议员林彦章以1804年2月《理想福利权益保障法》47条的明文规定，酒家、成人用品专卖店或是限制级的电子游戏场，距离幼稚园等国际学校爱200公尺，也无得爱附带牵线。但议员强烈质疑，一当前家长的定情，伊嘛开过记者会检讨，不过业者够大有缘营业。甚至不满经发局以管理作业规定，将责任撒给社会局。所以上午总理顺向前线一个送球，一个送保护伞，场面相当压抑。好，那帮一下金花局长撑一下伞，帮他撑着，避免他淋到雨。我们一起撑。一起撑哦，然后把球拿好。好，把这个球。我们在执行停业。为什么我要送伞？那个给社会局局长，议员报告，然后送球。屋子里面撑伞好像民俗上有点不好。我知道您的诉求，我们大概这个诉求是什么？你讲给我听。那就是说，对于他们好像有点应该要断水断电的啊，应该要这个执行法令的哈，没有到。陈情的家长告诉我说，他已经跟你们陈情到现在，最起码2年多来，金花局完全没作为。你想家长会怎样？当我去了解儿少法之后，你们既然定的一个叫做作业规则，我等一下才来说明啦。作业规则，你把这个业务儿少法的业务变成是那个社会局要做，所以说呢，我来送给你跟金花局礼物啦，让你们好好的去检讨一下。跟议员报告一下哈，目前我们所统计总共有登记所谓的这个情趣用品店的部分，总有81家。那其中的37家部分是在法规规范之前，在儿少法规范之前设立的。那另外这43家的部分，其实是因为有登记，也就是在法令规范之后的。那这我们也进行相关的清查。那所谓无人的部分，跟议员报告，我们目前有在清查所谓无人的部分，因为以前有的是有登记，但是它有人的。那现在无人的部分，我们目前统计出来大概有将近27家。议员除了质疑台南市针对成人用品店的权责不分，涉嫌违法违宪，要求检讨，嘛进一步以台南市电子游戏场驻地条例，相关营业场所距离学校竟是要1000公尺以上。不过经发局不但无执法，甚至台南发出使用执照306张，竟是6度上悬，所以要求依法严格管控。对此，市长会长嘛表示，而且各局处法制加法制处协助相关法律规范依法行政。会后议员坚请大会决议，将经发局无依法作为涉嫌道理厂商送检调。台湾新闻，阮志林跟采访报道。